所谓大河小说，最早是另外一个台湾文学国宝叶石涛叶老提出来的啊。当然，这个词是来自法国啊，那是指一连串的故事性的小说所结构所合成的一个大的作品啊。有两部大河小说，第一部臭柳三部曲。一般来讲，评论家把它归类为他的自传性的小说啊，也就是所谓的成长小说了啊。这套小说，这个大河小说，是他所谓的文学主体。国民党征服了以后，以所谓文艺政策作为反共政策，反共文学。中岛正好处在这个断层的阶段啊。那他又用了很大的毅力去学习中文啊，然后充当日治时期跟国民政府时期来的这个空档，台湾文学史上这个空档，充当桥梁的一个角色啊。第一部的三部曲讲的做台湾人的事情，包括一些各个小说里面。底部讲到的台湾的风土民情啊，大家的生活在日治时期的所受到的压迫，这些都是当时的文学主题。那他写完了这个三部曲以后，他一直觉得还不够，又开始酝酿啊，这样有第一部的三部曲，很多台湾人三部曲啊。咁呀，台湾人三部曲就唔係很多文學主題了，可是很多生命主題了啊。一個作家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個生命主題。你小說你寫作的目的在哪里？他透過作品把他這個思想表現出來。